来食头路吼，上重要是大家做伙打拼，咱无一定要有相像的目标，但是一定要有相像的元首人啊。嘿，所以吼，每一间公司吼，拢一定要有一个吼鸟车赛啦。安尼才会相亲去相爱啦。重点是迄鸟车赛一定要看起来无亲像赛哦，但是迄同事看到的时阵吼，面会计较敢若赛啦。对啦，我就是鸟车赛啦。顺哥，你是哪来互通过？我感觉讲吼，伊描写伊办公室内底迄个趣味，头家甲员工的这个关系，安尼员工甲人客中的迄个吼共同的迄个意识，就是有共同的敌人。其实这个故事写了真有赞助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迄个鸟车赛。 会使个来形容鸟车赛，为什么是鸟车赛？因为伊不管时拢咧带赛，嘿，伊往过物件拢会歹，嘿，够奥运的。后摆我若要用头家安尼敢会使？